好啊，咁咧今日咧我就會係第一條片咧講呢個中藥嘅。咁因為咧我就想 start 一個新嘅 series，咁當然我有時間就會拍啲啦。咁啊始終我全職都唔係做呢個 YouTube 嘅工作噶嘛。咁所以我就係覺得咧香港嚟講咧好多即係我哋對個中藥咧，其實中藥係博大精深，有好多智慧喺入邊。但係咧，我哋一般咧平日大眾去睇好多節目，都冇去深究到個中藥啊點解會有咁用啊？咩叫四氣五味啊？寒熱溫涼啊？啲中藥點樣配搭啊？咁樣咁點解要咁樣配搭啊？咁樣咁，但係當然呢個係一個純屬學術討論嘅一個 YouTube 啦。咁就唔係話教大家點樣開藥俾自己，亦都千祈唔好咁做。如果大家要服用任何嘅中藥咧，一定要先請教自己嘅中醫師啦，睇下自己嘅體質或者自己個情況適唔適合。咁不過咧，我覺得作為一個中國文化嘅推廣咧，其實我哋好多人都知道西藥，每種西藥做啲咩啦。譬如係paracetamol撲熱息痛係我哋退燒，可能某啲 NSAID 類就愛嚟啲叫退高燒藥或者消炎止痛等等。但反而對於中藥咧，我哋雖然網上好多資料啦，咁但係好多人係真係去你話一般市民大眾去了解好多中藥咧，其實亦都未必好知。咁我哋希望透過呢個新嘅一個系列叫中藥 So Easy 啦，咁啊為大家咧逐隻一啲常見嘅中藥去講解一下。咁當然大家如果話想聽多啲邊一種中藥講啲，咁不妨喺下邊留言，咁我有時間咧就會去講一講。咁今日咧就同大家咧去講解第一隻中藥咧，就比較係大家成日聽嘅啦，就叫桑寄生。咁咧留意啦，我哋其實以往咧，你諗下古代咧，我哋冇一啲實驗室嘅，嗰陣時連電力都未有啦，化學嘅元素表都未出啦，咁亦都唔知道有咩叫細胞啊，咩叫化學嘅成分咁樣。咁古人咧講2000幾年前嘅人點樣知道咧每一隻藥係有咩用咧咁樣？咁其中一個方法咧，就係當然係一啲中藥傳統，就係一啲道家嗰度出嚟，咁就咧去觀察大自然嘅變化，了解每種植物佢啲嘅特性，後來咧再透過陰陽五行一啲理論啦，再配合佢哋嘅觀察咧，就套用喺人啊同埋一個植物嗰度。咁因為以前道家嘅醫學咧，好着重觀察自然嘅，咁對啲植物其實都好有研究。咁就透過我哋好似易經所講啦，就叫以象取類啊，即係話佢睇得到有咁嘅情況，就會推敲翻會唔會呢種草藥有咁嘅作用咁樣樣。咁所以咧，古人我哋古代中國咧，確實咧嗰個醫學同埋嗰個哲學，即係真係博大精深，亦都充滿好多大智慧。咁譬如桑寄生係咩嚟咧？其實係一種灌木狀嘅植物咧，佢就其實係一種半寄生嘅植物嚟嘅。佢呢種植物咧，其實可以黐喺個桑樹上面。其實佢係一種寄生喺桑樹幹上面一種半寄生植物。佢本身唔屬於桑樹嘅一部分嚟，佢只不過寄生於桑樹，所以個名咧叫桑寄生。咁但係當然呢一種植物咧，就唔係話一定係寄生喺桑樹上邊嘅。佢可以有其他樹都得嘅，咁但係傳統咧，佢最開頭咧係的確咧入藥嘅時候係寄生於桑樹方面。咁寄生桑樹方面咧，佢就透過佢根去吸呢個營養啊，亦都係去即係亦方面，當然自己亦都靠自己葉去進行一光合作用啦。咁所以咧喺桑寄生嚟講，古人就覺得佢咧，咦點解咁容易可以黐落人哋嗰度生存啊？咁即係呢一樣嘢咧，就嗰個生命力好強啊！咁咧就似係咩？似一啲種子發芽咁樣。咁如果套用喺人裏邊咧，大家諗下咧，就有啲似咧一個胎兒咧寄生喺一個母親嘅肚入邊。咁當然用寄生呢個字咧，聽落有少少古怪。咁但係的確咧，個胎兒咧係一個唔係隸屬於一個母親嘅一個身體嘅一部分嚟嘅。佢哋基因可以完全即係唔係一樣嘅。咁但係佢都咧好似一個桑寄生咁咧，黐咗落個桑樹，即係個媽媽嗰度吸佢嘅營養生長。咁所以以象取類咧，桑寄生咧就有一種作用就係叫安胎嘅作用。咁呢個好多人都知。譬如一般嘅大肚婆，我哋成日話去食一啲桑寄生蛋茶啊，呢啲傳統嘅中國喺廣東嘅糖水啊，其實佢真係有安胎補胎嘅作用。
咁如果就算唔係懷孕，無論男又好女又好咧，多食呢個桑寄生亦都有一種補腎嘅作用，因為佢係一種既然個胎安得，如果你冇胎嘅話咧，因為我哋中醫講個胎越穩定，一定係腎氣充足。咁如果你話佢可能夠補胎咧，佢一定係能夠養到個腎氣。咁所以咧，如果你唔係懷孕，你男又好女又好，佢係男女老幼，你想補個腎氣，腎氣就係咩？腎氣就係人生嘅根本，即係話咧，好似我哋戶口入邊最後嘅一個棺材本咁樣，或者有啲人叫做，或者叫做最後嘅一個 capital，最後嘅一個本錢。咁所以咧，桑寄生亦都有一個咧去補助翻個腎氣嘅作用嘅。咁桑寄生呢種中藥咧，佢特別就係佢係比較性咧叫平，即係話佢唔係好燥熱，又唔係好涼，佢補得腎嚟咧，又唔係話即係好非常嘅即係去好燥，因為有唔少補藥其實比較燥，譬如你淫羊藿啊，就算有啲補骨脂啊，或者一啲杜仲啊，都有一定程度嘅熱性，咁佢亦都唔係好涼，咁所以咧佢相對咧，無論單用或者做一啲食療，又或者咧我哋中醫去開方配合一個中藥入邊嘅配伍咧，其實佢係一個相對重要同埋平和嘅藥㗎。咁呢一種嘅補腎嘅藥咧，桑寄生因為佢都係一啲植物咧嘅枝節，其實咧佢同其他補腎藥有啲唔同。譬如其他啲叫補腎陰、補腎精嘅藥，譬如熟地啊、黃精呢啲咧，就好似話個身體空虛啦，補翻你個樹幹。人嘅腎氣即係等於一棵好似樹嘅最根嘅樹根啊、樹幹啊咁樣，就係、是、去直接填充咗佢嘅熟地同黃精呢一類藥。桑寄生就唔係，佢係喺外圍包圍，即係可以話係一種咧喺外邊或者核心嘅外圍咧去支持住。即係譬如有時你見有啲舊樓啦，咁佢又未到重建，咁但係咧佢有時行嗰啲舊區你都見嘅，譬如話佢突然間某一啲唐樓佢可能有啲石屎剝落或者鋼筋唔穩啊，個身體其實即係嗰個樓係有啲唔係好安全啊，即係俗稱危樓，有倒塌或者個樁柱唔穩咧，咁好多時咧去維修之前咧就會喺下邊咧打幾條呢啲鐵柱喺個街邊，有時見到托住棟樓啊。又或者咧，好似講話一啲起緊樓嘅地方，或者大廈維修啦，咁呢樣嘢大家都而家好着重就係，當你去個起緊樓或者去維修嘅時候，其實咧你會搭一個無論鐵棚、竹棚、金屬棚又好，其實你會喺一個樓嘅外圍咧托一個 scaffold，即係一個架咁樣撐住佢。咁呢一個撐住一樣嘢就係桑寄生。桑寄生咧就唔係直接去一個好似填水泥啊，或者個樁柱本身，而係附近一啲支撐住核心中間嘅嘢。咁呢個就係桑寄生嘅特質。咁所以點解譬如有啲人去腰痛、背痛或者係啲膝頭哥痛，其實好多時佢唔係直接個骨有問題，而係周圍嗰啲韌帶啊、周圍啲筋腱啊、周圍啲肌肉嘅力唔夠啊咁樣。咁桑寄生咧就係專係幫呢種情況。咁所以佢同其他補腎嘅藥，譬如杜仲啊、熟地、黃精係唔同。佢喺外圍咧去撐住個人，作為一種肌肉嘅支撐。因為大家諗下，其實成個脊骨周圍好多肌肉去撐住。如果呢個背脊嘅豎直肌唔夠力咧，其實嗰條脊骨撐唔直嘅。咁所以有桑寄生咧就係一種外圍嘅支援啊咁解。咁所以咧有啲曾經受過傷嘅關節或者老人家咧，逢喺一啲天氣變化就會筋骨痛、腰背痛、膝頭痛，其實就係佢哋咧嗰個有時未必係骨或者關節有問題，周圍肌肉係筋腱緊。咁呢一種情況咧，我哋就係可以用桑寄生嚟醫。咁所以點解桑寄生係中藥嘅其中一個用途叫補腎氣、強筋骨？但係呢種所謂補腎氣同其他嘅補腎氣係唔同。呢種強筋骨主要係外圍去支撐，托住佢。咁所以咧，如果英文呢度咧，呢個 A.R. 譯得幾好，一個 peripheral support 嚟嘅。咁所以係佢唔係一個核心嘅中間支撐，喺外圍支撐。咁所以當然，所以我哋平日用桑寄生，除咗話係糖水補腎氣，亦都有啲人煲嚟安胎，其實亦都係有一種叫托一托，譬如話有譬如有啲人衰老啦，着重美容啦，其實桑寄生亦都有部分即係托一托，等你個人咧，即係唔好叫做啲肌肉鬆弛得咁快，特別係背肌嗰啲咁樣。咁所以咧，我哋桑寄生亦都會去嚟醫一啲筋骨酸痛嘅藥方入邊，都好多時有桑寄生。咁
調翻轉啦，喺我即係睇得最多病，即係癌症病人啦。好多時我哋叫久病傷腎氣，即係你經過長久嘅疾病咧，多多少少有啲損傷嘅腎氣，又或者接受咗一啲藥物治療咧，其實亦都特別癌症藥物治療咧，傷咗少少個身體本錢，傷咗腎氣，亦都可以用桑寄生嘅方法咧，去托一托咧，去幫一幫個身體。咁所以咧你見好多藥方呢啲癌症咧，有時都會有桑寄生入邊。咁但係當然啦，要使用嘅時候都係講翻嗰句，唔好自己亂咁買中藥煲，一定要問下自己嘅中醫師啱唔啱用。當然，如果你係一般嘅食療街邊嘅糖水，咁一般因為份量唔會好高啦，咁就一般都係食療咧，就應該就冇問題。但係有真係疑問，問下自己嘅主診中醫師啦。咁今日第一集咧就介紹呢個桑寄生嘅藥，希望之後咧可以繼續同大家介紹唔同中藥嘅一個以往個名點諗出嚟啦。點解會有咁嘅作用咧？佢嘅嘅特性係點啦？同埋都有機會講下當中，而家我哋用現今嘅一啲化學嘅分析咧，去睇得到呢種藥咧點解會有嗰種作用。咁如果大家對邊一種中藥想了解多啲咧，不妨喺下邊留言啦。多謝大家。